求求你！哎，谢。认可。启明大叔，这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哎，这都是戾气闹的。这姑娘和她弟弟相依为命，谁知前段时间弟弟外出巡活，回来染上了戾气。姑娘听说木灵山上的榆树叶能治病，就偷偷跑去摘了。可是这榆树是皇家的象征，岂是寻常人能随便摘的？谁？你们几个男人这样欺负一个女人，不丢人吗？你是何人？你别管我是何人，我看不惯你们这些男人。让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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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哟，是个女英雄啊！上！杀了他！住手！参见德王。见过皇叔。大皇子，先把腰带束好，别在咱们五州圣女面前失了面子。这么重要的物件儿，可一定要多加小心呐。皇叔，您说他就是？若不是玄机皇族，谁还会有这紫凤腰牌呢？失礼失礼。原来是大皇子，刚刚对我得罪了，只是能不能请大皇子放过这位姑娘？她去采叶子也是为了自己的家人。既然天泉是五州的皇城，更应当心怀百姓。圣女一定是误会了，大皇子也是担心疫情牵连百姓，所以才严加盘查。至于这榆树枝叶，宫里本来就打算派发给百姓灾民。刚好今日我也带了些，大皇子。太子殿下马上就要回城了，君父皇帝也希望他的子民安康，赶快替陛下行善吧。多谢大皇子，多谢大皇子！谢过恩公，谢过恩公！不客气。快拿着叶子回家吧。谢过恩公。回去吧。圣女果然是菩萨心肠，慈悲为怀呀。替百姓谢过二位了。早就知道玄机皇女要来天泉，住处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不如就不必多麻烦了。啊，告辞。去哪儿啊？不知道啊。这不是太约那个什么神奇的店铺吗？是啊，这个也是。正是，咱58同城集遍布五州，分店无处不在，专为当地老百姓提供各方面的生活便利呢。刚好，我们今天呢刚到天泉皇城，正愁没个落脚的地儿呢。
您有什么推荐吗？稍等，待我查阅一下。啊，姑娘可是从玄机来的贵客呀。这你都知道？早就知道姑娘要来。前些日子，有人来此定了天泉最具特色的庭院一处，说是要招待玄机的贵客呢。哎，就连车马都一并定好了。谁定的？那还有谁呀？您是大皇子的贵客，那当然是大皇子定的了。啊，不必了，不必了。不是，这个大皇子可真行啊，真会见风使舵啊。不过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这个好处咱们不能占。但是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这整条街都被他买通了，咱们怎么混啊？总有办法的。